中國潑墨潑彩大師張大千，由阮正峰聲演。講起20世紀最富創作力同影響力嘅中國畫家，其中一位必定係每年平均創作國畫數量多達500幅，開創出潑墨潑彩技法嘅張大千。張大千擁有極深嘅藝術造詣，不過佢早年最出名嘅係佢臨摹古畫去到以假亂真嘅地步，連好多國畫大師同收藏家都分唔到真假。張大千，你係咪諗住靠畫其他人嘅畫為生呢？咁啊，梗係唔係啦。不過臨摹名家嘅大作咧，會進步得好快㗎。咁啊，講翻我學畫嘅經歷先。我細個咧就跟住母親同家姐學習畫畫。1917年，同哥哥張澤去到日本京都學習畫畫同紡織嘅染色技術。1919年，翻到上海跟李瑞清學習畫畫。我通常臨摹一幅畫咧，就大概畫2至3次，又或者係甚至乎10次啦，直到唔睇幅原畫，你都記到晒佢嘅構圖、筆法、氣韻，先至叫做掌握到點畫好一幅畫嘅。由於我仿名家石濤嘅畫咧，就特別惟肖惟妙，甚至被人掛上石濤在世呢個名號啊！當時少帥張學良都收藏咗一幅我畫嘅石濤畫，佢冇怪我噶，仲讚我畫得好添。我知道你喺1941年遠赴敦煌臨摹石窟壁畫，呢段經歷對你往後發展有咩得着同啟發呢？咁我眼見自己畫畫嘅技藝又去到樽頸，想尋求一啲新嘅突破，於是乎喺1941年去到敦煌莫高窟，見到隋唐人物畫以及繪畫嘅色彩同線條，令到我大開眼界。於是我用咗2年零7個月，摹臨咗276幅壁畫，包括飛天送福圖啦、釋迦佛祖圖、瓷柳觀音圖等等。不過當時敦煌嘅地方好偏遠啊，我喺嗰度畫畫要帶好多畫具同埋支援。雖然後嚟我嘅畫工大有進步，但係就用咗我好多錢，足足要用10幾年先還清欠款啊2次大戰結束後，張大千嘅名聲越嚟越大，更多次獲邀去到世界各地舉辦畫展。1956年仲促成咗被譽為東西藝界高峰會嘅重要會談。先生，你一定係講緊畢加索啦。事緣1956年呢，我同時獲得巴黎東方藝術博物館同埋現代博物館邀請去舉辦畫展。適逢呢，畢加索當時都喺附近舉辦緊畫展，我梗係爭取機會同呢個西方藝術大師碰面交流啦。點知一見到畢加索，佢就拎咗5幅畫俾我鑑定啦。好彩我都認得當中其中2幅呢唔係佢畫嘅，都總算冇失禮人。嗰次我哋由西洋畫談論到國畫嘅密分5彩，我更加即席揮毫去示範國畫，由畫筆、顏色、技巧到製物，我哋係無所不談。佢亦都同我分享咗自己對非洲原始藝術、中西藝術嘅見解。諗翻起真係一次好開心又有意義嘅交流啊！講到張大千嘅代表作，唔可以唔提高3.6米、闊8米嘅巨河。聽講嗰陣佢要特登興建大畫室，動員全家人和睦，先完成到呢幅巨作。畫完之後，成個人瘦咗5公斤。但佢為咗吸引外國人注意中國傳統水墨畫，辛苦啲都在所不計。張大千中晚期開創出創新嘅潑墨技法，創作出摩耶精舍外雙溪、桃源圖等代表作。直到1983年完成人生最後一幅畫作《廬山圖》，同年4月2日與世長辭。張大千一生致力從事藝術創作，從臨摹古畫到集中西大成，被紐約國際藝術學會選為世界大畫家。西方藝壇稱讚佢為東方之筆，而中國現代繪畫之父徐悲鴻甚至話張大千係500年來一大千，足見張大千舉足輕重嘅地位。